Hello， 大家好啊！歡迎嚟到早記娛樂啊！我係早記。咁開始之前呢，都呼籲下先。咁呢，因為呢一個頻道呢係一個全新嘅頻道嚟嘅。咁啊，因為早記呢就希望呢將呢啲娛樂嘅消息啊、新聞啊，可以另外用一條新嘅頻道去分開翻。咁啊，等到大家可以更加容易去 search 得到，同埋重溫嘅時候就更加容易啦。咁啊，所以就開咗呢條新嘅頻道。咁啊，所以希望大家呢都望一望，大家而家係咪訂閱咗呢一條頻道先？如果未訂閱嘅話呢，都請大家撳一撳訂閱個掣咯。咁啊，之後呢，早記所有嘅娛樂新聞啊、消息啊，都會係可以送到俾閣下咁樣嘅。好啦，咁我哋講翻張雨晨呢一次演唱會啦。大家都知道啦，佢會係喺嚟緊12月31號去開一個跨年嘅演唱會啦。咁早記啱啱呢都上網睇過啦。嗰個飛咧就賣緊㗎啦，咁咧嗰個售票情況都係理想嘅，咁仲有少量嘅門票可以買得到嘅。咁如果大家咧都希望可以喺過年嘅時候可以同張雨晨一齊倒數去支持佢呢個演唱會咧，咁而家都仲有機會㗎可以過去望一望。好啦，咁中年好聲音3人氣王啦，張雨晨即將喺亞博舉行對路花花波演唱會同歌迷迎接2026年。較早之前啦，張雨晨就喺將軍澳舉行記者會獲到大批歌迷同埋街坊到場支持啦。張雨晨呢就現場唱咗佢即將推出嘅新歌，更加係獻唱咗佢嘅偶像鄭秀文嘅不拖不欠咁佢又開心咁表示啦，一步步咁同埋鄭秀文去拉近距離大家都應該知道啦，因為張雨晨啱啱就同鄭秀文一齊去代言咗一個好大嘅保險品牌啦。相信呢，佢哋之後同場嘅機會都會好高日前呢，張雨晨亦都喺雙輪嘅排舞房準備演出嘅時候呢，就開心見到偶像嘅側面添。其實相信佢講到呢度呢，早記就估啦可能呢，佢嘅演唱會呢都應該會邀請鄭秀文去做嘉賓咁樣嘅。咁張雨晨呢就係中年好聲音首位嘅歌手去獨力挑戰呢一個亞博嘅場館啦，將喺12月31號跨年夜喺晚上嘅9點半呢唱到新嘅一年。被問到會準備啲咩豐富表演俾 fans 嘅時候呢，張雨晨就笑言啦，就話有好多預告呢一半以上嘅時間都係快歌添更加係準備好跳場啦。大家應該到期時呢，就除咗有耳福之外呢，都應該有眼科。就要排舞師呢安排更加困難嘅舞步俾佢又被問到啦，演出嘅時候呢會唔會有嘉賓嘅環節呢？佢就表示咧係好想有嘉賓嘅，亦都準備咗寫一段長嘅名單俾公司安排啦。佢又笑言啦，夢想係請到偶像嘅鄭秀文添。咁呢度咧已經開到口添啦。所以早記都覺得個機會係好高好高嘅。到時見到鄭秀文。講到啦，成為首位參加中年好聲音嘅成員喺亞博嗰度開演唱會，佢就好開心咁表示多謝公司嘅信任啦，亦都得到歌迷嘅支持同埋鼓勵但係佢呢直言同上次麥花臣場館同一眾嘅中年好聲音3拍檔合作相比呢，由1500變成5000觀眾嘅場地呢，自己亦都係有一個票房嘅壓力嘅。但係佢會盡力咁做好演出，答謝歌迷啦。身為唱作人嘅佢呢，更加參與咗演唱會嘅監製同埋細節呢啲嘅工作直言呢對演出係要求好高所以大家呢都真係要去睇下呢一個演唱會因為真係佢自己一手去包辦做監製細節嗰啲嘢。傾到啦，較早之前迎接40歲嘅生日啦，張雨晨就指當日同歌迷會嘅聚會呢，有個小小嘅心願係想到迪士尼樂園享受萬聖節但係因為週末人多啦，自己亦都係思前想後嘅個性最後就打咗退堂鼓咯。如果相信呢，到時佢真係去咗迪士尼嘅話呢，真係都唔知會點算因為到時咁多人啦，又扮鬼扮馬好多人啦，唔知張雨晨如果真係去會唔會都係扮埋一份咁樣啦？唔到半日啦，但係佢就後悔啦，就冇去到啦。希望呢開 show 之前呢，公司可以放佢一日假去玩啦。講到呢生日願望張雨晨呢希望大家都可以身體健康真係多謝晒雨晨
自己嘅生日願望咧，居然係希望我哋大家都可以身體健康。咁佢亦都講到啦，佢都係想自己可以身體健康啦，因為工作壓力會影響胃口，食飯亦都唔定時啦。其實工作忙咧，都係因為自己要求高啦，希望學識愛自己多啲，可以先玩樂再工作，學識面對工作放鬆多一點啊。咁其實都應該嘅。咁其實即係一路選完嗰個中年好聲音3以嚟咧，都馬不停蹄地啦，又不斷咁樣飛嚟飛去啊，又要忙啲演唱會啊，又要忙寫歌啊，又要忙唱歌啊。咁真係嘅，咁放鬆啲去做。歌迷咧係點都會明白，點都會支持你嘅。咁另外咧，亦都有報道啦，係講到張雨晨咧就透露自己咧即將係啟程翻去馬來西亞。除咗因為出席嘅頒獎禮之外咧，主要原因係佢媽媽咧長期係手臂需要去做手術，咁所以咧就翻去陪佢咁樣啦。咁佢就講到咯。咁佢媽咪咧就係啱啱做完手術啦，咁係一個好細嘅手術嚟噶，咁佢要參加呢一個頒獎典禮啦，咁所以就提前啲翻去陪下屋企人。咁張雨晨咧都未同佢媽媽講佢會翻去咧，咁佢媽媽咧其實都會日日喺家庭嘅群組咧就報告傷口嘅情況，同埋個傷口都埋得幾靚咁樣嘅。咁張雨晨嘅新歌啦《露花華》啦就將會喺月中推出啦，咁MV 咧就會喺下旬播出咯。咁所以大家咧就下個星期開始咧就要密切留意一下佢嗰個上架日期啦吓。咁提到呢一次咧，呢首歌咧就係由張雨晨自己一手包辦作曲、編曲、監製啊。咁佢多謝公司給予空間俾佢去發揮啦。咁佢希望咧喺每一首作品入邊咧，都可以令到大家咧聽到唔同嘅元素。張雨晨就話啦，咁呢一次做完晒成首歌嘅時候咧，自己都拍咗自己嘅心口幾下去安慰自己，就同自己講啦，雨晨原來係得嘅咁樣講。咁雖然咧佢嘅信心已經比咗之前好咗好多啦，咁但係咧有時唔知自己嘅能力可以去到邊度，每一次做一件事都係一個挑戰咁樣。咁其實歌迷都知道啦，張雨晨又點會唔得呢？佢又識得監製啦，又識得寫歌啦，又識得編曲啦，咁亦都係唱得之人啦，咁一定冇問題嘅。早前呢，佢嘅新歌亦都係釋出咗 MV 嘅花絮啦。雨晨就透露當日係拍咗16個鐘頭而且呢一首歌咧係需要跳舞，自認啦跳舞不濟嘅佢就講啦，都要照跳啦，咁爭在咧係跳得靚唔靚啦，咁喺拍 MV 咧係可以 NG 嘅咁樣講咁其實冇問題嘅。雨晨fans 點樣都會係中意嘅，亦都啦早幾都睇過雨晨跳舞啦，咁其實都係一啲都唔差嘅，即係所以咧就俾啲信心就冇問題啦。好啦，咁今集張雨晨嘅報道咧就差唔多啦。各位 fans 咧最緊要係記住啦，睇完呢條片之後，如果未買飛嘅就睇一睇，仲買唔買到嗰個演唱會嘅飛啦。咁另外咧就係下個星期咧應該就會有新歌嘅推出嘅啦，咁密切留意啦。咁最後啦，都真係望一望有冇訂閱到呢一條早記娛樂嘅頻道啦。如果未訂閱就訂閱翻啦。以及 like、share 同埋 comment 啦。下一條片見啦，拜拜。